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议员林美燕为了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日前就要求劳工局主动介入制定相关办法，唔通有出人命危险，或者是劳资出问题才来修法。商务议员进一步以6都协助外送平台来调节职业工会，或者是建议驻地条例、特别管理等等，要求市府嘛要积极主动，唔通慢人一步。协助这外送员他们保障啊，我想保障他也可能保障就是用路人的就是安全呐哈。不过这边我要提醒我们外送员呐哈，这边呐你自己在送货就是用路的时候，在送货的时候也麻烦你要遵守一下交通规则，速度要放慢啦。10月29号会召集抽业员或是雇主一起来再做交通安全及相关法律规定，包括议员所讲的是雇佣或是承揽，这个我们要跟他说明做清楚。已经很明确了。对，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工会的部分，我们辖区里面现有8个职业工会，比如说食品运送、乳品运送、路上运输，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8个工会，可以让他现在马上可以适宜加入的。当然如果他们自己要成立工会，我们的乐观区总会积极辅导他成立。接选议员进一步表示，交通是城市发展的首要条件，所以建议市府拍通永兴路，将南区串联连接，不只当疏解交通，还当立正排86号等重要道路，让南区由后门变前门。加上有2个工业区的固定地，相信一拍通就是关键。对此，市长嘛乐观其成。永城路上面我们一直在讲，请你打通它，因为一打通它，就是整个永城路就是通了，它会通到仁德。这不仅也就是成为86打通以后的附加价值，会让我们南区后门变前门。你看哇侪人，如果你把永城路打通以后，就是接仁德那边。你看阮地方发展看偌好，86就遐好啊，可是拍通绝对更较好诶。南区的工业区预定地、工业用地预定地，我们来思考这个。市长。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我跟你讲，提供2个地方给你，提供2个地方而且这2个地方绝对可行的，包括永城路打通以后，它周边2个现在我们国土计划、飞都的计划，它是农地，但是你如果把它打通以后啊，周边的土地你就可以变更为工业区，因为它一直属于飞都，你是飞都就不用经过中央同意了，我们地方就可以做主了。另外，到处争取安平渔光岛开发的议员林美燕对来肯定市府努力，因为目前台湾港务公司已经完成多次计划草案，整体来打造安平港的水环观光休闲。会中伊嘛加码建议市长将昆新纳入检讨，重新回到过去小美军海水浴场的美景。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安定纳古塔的空间不足问题已经造成民众的困扰，所以议员李文俊上午表示，纳古塔客运高达已经20栋，不管骨骸、护车位的使用率拢超过70%多，其中新竹白亚3000多位的申请率嘛早就是100%。会中积极要求市府看是要搁找一个黄金地点，还是如何扩充空间，让成人携带无效果自由。生理人来讲啦吼，这是算暴利啦、暴利啦。因为什么原因呢？你一个牌啊位差不多几寸啊尔哩吼，迄个新竹牌啊几寸啊尔，一位咱卖人1万块啦。我毋是站在生理人的立场来想啦吼，因为互咱这先人的后代，互伊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是建议讲，咱这个新竹牌啊位呢，咱足迫切的需要，我去想看卖呢。这个塔内底吼，甲看起来伊是确实真正达到70几%总的。当然啦，这里内底吼有一种叫骨骸啦吼，迄种迄个青骨啦，迄种吼，我感觉讲伊的迄个使用率吼，现在目前还不是那么高，是不是讲咱会当朝这个方向吼，
来甲伊改变一个伊的迄个形体安尼，是毋是会当啦吼？咱到时来交安定公所吼来做一个检讨一下，看安怎会。接续议员嘛为深化3日供应一个活动中心抱不平，建议市府经发局透过地目的变更，将拍远的第2市场活化来兴建活动中心。嘛有当地800多位老人有一个固定的休闲会馆。咱市场用地，迄地即阵嘛无用啊啦。我无用，我迄阵有伫建议咱即个做经发局吼，伊是尾也甲我回答讲，因为迄个进咱市政府这边才来做土地变更，搁定伫变更地目的款啦。毋知要变更啥物地目，我因为我听到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无啥会甲听啊你吼。啊，所以即个地目的问题，我是感觉讲，因为你真生活迄3里拢总无活动中心吼，我是来建议讲市长你敢，这是你的德政啦吼，咱就1楼老人来做迄个老人的休闲会馆，2楼呢，等来互这个活动中心来做的。另外，南科3期进前市长也欢乐伫空中飞，不过议员表示，伫行政院长苏贞昌10号南下视察预定地看赛农场以后，150公顷用地已经定案，除了予地方松了一口气。会长嘛对市府团队表达肯定。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前市长赖清德任内所发行的市民卡，包括学生卡甲宝贝卡等4种，当初为了创业节，强迫学生拢爱办理，连拄出席幼稚嘛爱办当作纪念，其实使用率并无悬。议员詹文雅表示，虽然这是前任的政策，不过毕竟发行5档已经开7000万，会长拄来质疑到底敢有道理。进一步要求黄市长检讨到要整合，唔通去浪费人民的会馆钱。这5档啦，我甲统计无唔对的时阵开6、7千万啦，大概7000左右，你觉得需要吗？它的使用率又不高，对吧？市长，我跟你讲哦，我那天为了这个，我觉得大家从以前就是议论纷纷，这有图利无？咱唔知啦。但是呢，是咱人来开始的，但是我会去检讨了。一般民众来讲，皮夹拿出来卡好多，有时候他觉得没有用的卡，他就会拿掉了。我觉得应该4卡合一啦。接续议员嘛关心林德区高速公路卡的万大桥改革，因为工程的难度真悬，到目前已经流标4摆，认为改建流标已经严重影响地水的时停，要求市府赶紧想办法，在3档内尽速完成，让当地摆脱饮水的痛苦。是毋是你这3档较积极一点？会。虽然是中央的经费，水利署在做的。咧发包的，咱希望讲伊咱地方会当甲协助嘛，对啦。征收的部门紧会当互咱免复杂税款嘛，敢是？对啊。吼，也可以告诉市民。唔通像铁路地下化安尼，中央的工程嘛拖久，拖遮久。20几档拖到20-30档，我希望这3年呐，这3档6档说到3年，这3年能够把它完成呐。买当这市长，你下一届我想你无可能无想要连任吧。另外，自由二段路甲东门3大口的排水改善工程，议员表示，因为总经费8000多万，一直等中央的前瞻计划补助才发到进行，所以会中以政治的迫切性再次提出检讨。对此，市长回应，一旦前瞻经费无法度到位，会用市预算来支援。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10号暗时，国务中心伫1楼豪华广场举办点亮庆贺圣诞灯仪式，活动邀请侯永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欧朴明、基金会副董事长欧朴富、南胖国务中心副董事长王立范以及随和一直中心董事长林吉南等人做伙点亮庆贺圣诞树。活动现场就参像是来到北欧童话当中同款浪漫。点亮南方，点亮爱。没错，我们今天呢，在南纺购物中心的星星光棒要一起来点亮我们的童话北欧幸福树。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精心打造的童话北欧幸福树，今天呢，在我们的舞台上还特别邀请到特技空间表演团队，他们融合舞蹈以及声光。
今年你看到我们这个树啊，我们12米高哦，比去年的那一棵树还要更大。然后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名称，很浪漫的名称，叫北欧浪漫的一个幸福。我们很希望说，到场的各位贵宾、朋友都能感受到这份幸福跟快乐。除了浪漫的感觉，这次的点灯嘛加了温馨的气氛。国务中心董事长，同时也是好用都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欧朴明，特别捐赠价值335万的幸福巴士，给随后一直中心的慢飞天使。今天的这个仪式就是一直要把我们集团的理念持续行善回馈社会这个理念继续传达发扬下去。所以南纺集团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的活动，也会持续的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希望传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国务中心率先全台举办圣诞点灯活动，并结合公益关怀，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社会大众做伙来做公益，互爱甲希望会当温暖社会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吸引新南向学生选择来到台南就读，市府结合民间资源、大义交通、智光教育集团、东洋实业、泰庆皮革、大安化学、恒耀工业、利用科技等7间企业，响应捐款新南向奖学金，以实际行动帮助这来到台南就读的新南向学生。新南向奖学金赞不赞？赞！我们非常欢迎来自南向国家这个东协国家或是这个南亚国家的许多留学生来台湾。我相信各位来到台南可能会有机会在学习的时候，在放假的时候可以去其他都市走一走，可以比较体会在台南以及在台湾其他都市甚至北部的一些都市的不同。我相信各位在比较各位的家乡的这个有一些差异性，这就是文化许多可以交流融合的地方。来自越南平凡家庭的杜燕娇丽，过去从来毋捌想过会出国读册，却伫咧3年前来到台南就读大学，从此被台南人的热情所吸引。伫台湾学习期间，因为受到同学甲老师的鼓励，伫去年参加电视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得到出唱片的机会，一圆心中的梦想。台南很轻松，就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很亲切、很热情。我真的很开心，因为你知道吗？追梦者很辛苦，而且我本身就要就是远离家乡来到这边，然后一边要上课。我都前5名啊，对，就是一边要认真的上课，一边要在外面。我以前是还有打工，现在就是想要专注在就是发片嘛，发单曲，所以我就没有在打工。那刚好台南市政府就给我这笔4万块，让我可以就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很多的帮助这样。市府近年来致力推动穆斯林友善城市，除了积极辅导餐饮业通过清真认证，并成立穆斯林友善商店认证平台，让学生会当随时眺望查询上近的穆斯林商店。另外，嘛辅导下来各家病院建构多个语言的友善就医环境，让破病的外国学生就医无烦恼。持续以友善、多元、合作的原则推动新南向政策。希望会当吸引更多学子成为新台南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
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赖书表示，一名舞蹈老师因为运动量较大，就容易流汗，加上个人卡佮有歹片的臭味，互伊相当困扰。不过剃毛、抹药啊，或者是喷止汗，拢无法度改善，所以建议用这款微波热能的技术来做非侵入性治疗，不仅安全，而且高流汗、臭汗酸甲除毛拢当一摆处理。重点是以后嘛要搁再压起来。它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是可以就是说把流汗的部分还有味道的部分多做一次的一个处理。嘿，那另外它也有部分毛发会减少的作用，所以这款呢对女孩子而言也是一个优点，就是说除了止汗，然后除臭，那另外还可以减少毛发。嘿，虽然个人卡高流汗甲臭汗酸只需要一摆疗程开1点钟，就当有效改善，甚至长筋。不过需要自费6万9千块的代价，得看民众家己来评估。但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显示，心脏疾病是107年个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2名。其中急性的心脏血管塌掉的，也是上紧急甲危险的疾病。市府消防局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现在伫8个消防单位配备了12道程的心电图系统，同时配合病医，只要出现类似的病症，就会伫线顶甲医生沟通，互患者到病院的时阵，病医拢已经准备好相关处理的方式，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当然，12导程心电图的系统，它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病患提早接受12导程心路的检查。那它的好处就是说，第一个可以及早的诊断为是急性心肌梗塞。那在诊断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心脏药的给予，或者是整个医疗的流程更顺畅。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可以让后线的医院提早准备，例如说急诊的准备，或者是心导管室的准备。对，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说，可以掌握我们后送医院，就是可以避免我们救护人员送错医院，例如说送到没有心导管室的医院，而延误他就是后送的时间。根据医策会的标准，从病人入急诊到心钻筒队打通血管的再灌流时间，应该要小于90分钟，那它的比率应该要大于75%。那本市在推动12导程心电图之后，它的比率大幅提升到目前的85%。11号下午，消防局也举办了12导程心电图的执行成果记者会。曾经被这个系统救过一名的曾先生也亲自到现场感谢救护人员。市长委托也到场见证，同时也肯定了这12导程心电图的成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消防局，见证了紧急救护体系里面的12导程心电图系统的一个成果验收啊。其实我们看了这个片子，看到整个实际的案例的现身说法。我们知道，这个往往生跟死在一线之间。那在消防局的救护体系里面，坦白讲，这个救人如救火，分秒必争啊，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紧急的。那这种紧急医疗的情况下，能够及时把这个病患的状况，尤其他的心电图的状况，能够借着科学的仪器跟设备，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给这个主治的医师以及急诊医疗部的相关这个医师能够知道的话，那对于医师判读以及病患后送有相当重要的效果。尤其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像心肌梗塞的状况，往往慢了1分钟可能就半身不遂；慢了2分钟可能人就走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台南市消防局已经成功抢救34条
宝贵的生命，救回来34个心肌梗塞的病患，这个是天大的功德，莫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消防局各位同仁的努力，我们希望说大家持续努力，能够抢救更多的生命，能够挽回更多的家庭，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保障。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有类似急性的心脏血管塌掉的病症，亲像胸腔痛、鼻呛干、会喘等状况，拢爱赶紧打119，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但新闻国无伊参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法务部长蔡清祥一到达展售会场，就感受到人脸辨识的 AI 人工智慧。我知道这位是法务部部长蔡清祥部长。还有输入资料的。接着舞台上传来震撼的鼓声，还有醒狮以及热舞表演，这些都是收容人在监所安排的继续课程中习得的表演技艺。我们现代的监所是利用科技、专业的管理来做人性的管理。除了台上精湛的演出之外，台下的展售摊位更是受刑人用心制作和创作的心血结晶。有来自全台51个矫正机关打出一监一特色的口号，推出的产品都强调矫正出品实在安心。不可能要得假的物件，我觉得很棒，价钱又实在。尤其他们的蛋卷跟基隆的天妇罗真的非常好吃哦，很便宜。基隆建议的最好吃，还有卡拉棒很好吃。才一开卖就吸引大批人潮排队抢购，由于部分商品经常卖到缺货，为了准备今年展售会，监所早已经备货好几成。甘醇酱油大概800到1000箱，然后原汁酱油以及其他等等的系列都是相当多的。芝麻饼。还有花生糖，北港花生，这个都非常的畅销。另外，我们还有乳酪蛋糕，也有提拉米苏，也都非常好。我来的时候，好多摊位都跟我们讲说已经卖完了，他们正在补货中，所以我继续采购。现代化的狱政管理不只有监禁，经由教化技训，让受刑人沉淀蜕变，复归社会后能够谋得一职，自力更生，减少再犯率。企业界能够多多的协助我们出监的收容人，让他们能够顺利回归到社会，这个才是我们矫正机关最主要的盼望。热闹的展售会上，可以购买各监所的特色商品，给予收容人鼓励和支持，也拉近高翔和社会大众的距离。高雄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